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对1月份启用到现在，每一天拢吸引真侪民众前往，已经是永康地区重要的景点。市府文化局为了提供更加丰富的环境，也将图书馆边仔的空地整理成为一个大型的公园。这个叫做月之森的公园，占地1.9公顷，除了有强壮式的游戏场，也提供了宽阔的草皮。这个公园伫26号上午正式来启用，市长杨伟特也亲自出席见证。会中，市长也亲自量绘本，予现场的小朋友展现亲切的一面。今天我想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抱着年轻的心情，来到我们东桥的市立总图隔壁的这个月之森公园的启用。这个地方，这个公园总共占地1.9公顷，是在这个精华区里面哈，在我们总图的以及大桥从化区里面的旁边，作为一个社区，作为总图，作为一个地方的一个好的公园。我想这边大家来总图做静态的阅读，或是说来看许多影音的东西之后，如果想要舒展身心、舒展筋骨的话，就出来总图，这边就是公园，就可以好好的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走走、跳跳，来舒展身心，来吹吹凉风。同时配合4月份将要来到的儿童活读月，文化局又安排了一系列活读相关的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享受活读。那在4月2号到4月4号连续假期当中，那我们市总图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户外的，包括室内的，那有亲子 DIY 的，有小朋友喜欢的儿童剧，那也有一些魔术的表演，那也有一些音乐DIY 的一些活动，那包括我们的城市灶咖也有小小厨师的这些活动，那都是最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的这些相关的阅读系列的活动。启用东港文化局也邀请了幼稚园的小朋友共同来体验这全新的设施，会使看到小朋友拢耍到非常的欢喜，爸爸妈妈也拢真安心看小朋友在佚佗。这个新公园的启用，嘛，互家长更加愿意带小朋友来图书馆看册甲佚佗。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公园，它的设施跟其他的公园设施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安全性感觉还蛮好的，对，因为它这边的一些它的那个材质感觉不是像一般那种公园的塑胶那种材质，所以我觉得应该安全性高一些，所以以后应该有机会就是会带小朋友来这边玩，然后也会有机会的话就是来参观一下这边的图书馆，因为没有来过。其实图书馆除了馆内的空间有丰富的活读区，加上现在新启用的月之森公园，馆方也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行行的。加上4月初的连假，图书馆嘛无休困，大小朋友嘛会使趁机会来享受室内室外的亲子空间。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